我相信。我跟我老公每个月工资15000哦，一个月加起来至少有3万块钱，日子过得并不开心。去年的时候突然想结婚买房子，都找了父母跟亲戚借了100万，在渝北鲁能泰山桥买了套280万的房子，首付了100万，装修花了30万，月供12700，要还20年。但是万万没有想到，经济不景气，公司直接倒闭了，所以买房子没得好久，我都失业了，全部靠老公的工资养到起我们2个，还有还房贷。但是光老公15000的工资，每天都只有喝稀饭，不敢买衣服，不敢买水果，不敢买零食，甚至不敢去外头吃饭，外卖都舍不得点。现在我老公的公司也在大面积的裁员，很不幸他也失业了，全家都没得收入来源，只能选择卖房子。但是现在那个行情，房子根本都卖不出去，只能不断的降价再降价，最终以230万的价格卖出去的。现在不但房子没得了，首付款也没得了，装修款也搭进去了，还倒欠了银行一大笔钱。现在我们夫妻被房子投资了一切，除了打工还贷款，别的啥子都不敢想了。我到现在都还没缓过来，明明啥子都没干，仅仅是2个人失业都变得人财两空，欠下了一屁股债。所以我真的奉劝大家，那几年生活不容易，一定要留一笔钱在身边，以备不时之需。